观众想好连假期间要去哪里玩了吗？在云林县最大的灯会就在北港，其中北港的主灯区就在记者正后方的朝天宫。现在记者来带您看看其他的灯区。 来到灯会故乡北港，都袂使无来欣赏会灯。有50年历史的北港灯会，今年设6个灯区，为朝天宫行民主路落去，两边有盘手礼店、土豆麻油大饼店，巴肚若要会使食鸭肉饭，行免5分钟就到后一个灯区。来到严思齐圆环，可以看到这个浮雕的漫画造型的严思齐是这个灯区的最大特色。离市中心免500公尺，嘛是重点的灯区。 来到下一个主灯区是水稻头文化园区，可以看到这里的主灯区超吸睛，白天可能看不出来有多美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晚上的画面。美术马祖自然铺伫水面上，随着音乐节奏一直变换，灯光的色水美轮美奂。 若是写完灯会要登去朝天宫拜妈祖，伫巷内可会使看到真侪花灯。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啊，还不错，蛮漂亮的。很漂亮，氛围还不错。我觉得超漂亮，这次超漂亮的。今年的比较主题好像比较多，对不对？规个北港小镇拢是灯区，灯会拍算要等到3月13，连假期间会使去一座婚林的北港，食美食、买伴手礼。拜妈祖，可会使写灯会，伫北港有通食，阁有通耍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